大家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匯悅一個281尺開放式嘅單位。匯悅位於營盤街142號，喺2015年落成，樓底高大概9尺半。呢個 studio 嘅單位大概係8尺半乘以16尺9寸左右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，窗外景觀。緊廚，明火煮食，最後就係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